你的骹敢有要紧？什么意思？我看涂骹有回得了，喂，莫黑白讲啦，我捏大腿无捏较大啦，好无？捏大腿。是练大腿。安怎练大腿哦，小解。已经了解。安尼我来甲你斗3工。毋免，我头拄仔休困的时间有起来活动，即嘛血路拢通啊啦。哦，无才有遮尔热心，想讲要替你服务。你明明就是6月挂菜加有心。哎哟，你安尼讲真正是足伤我的心的呢。好啦，莫阁搭出国啊，紧来开场啦。嘿啊，你搁搭落，你等下讲毋对，主持人哥就会甲你救一下。好，请开始。大家好，这是公司来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抑搁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问题真正是有够济哦，我是惊时间会无够。袂要紧啦，佮做一集我嘛会使。你安尼大细心哦，其他的来宾会抗议讲哪会要安尼？有啊无好啦，咱紧把握时间继续来问问题。好，主持人哥准备好未？嘿，是。想要请问讲啊，你演每一个角色啊，要呈现每一种定数，你所需要的眼神拢是无共款的。想要请问讲，眼神即种物件，敢是有法度练的？无啦，其实嘛无讲练哦，无啦，这免安怎练？其实这嘛毋是讲天生自然。无啦，演戏是安尼啦，毋是讲挑工吼，对，打一个部分较出力吼，等安怎？就是讲你伫一个情绪状况之下，出现的迄个感觉啊。所以，甲有当时啊，你看咱的生活当中，朋友对你啊，比如讲真无奈、真不耐烦，的时阵的眼神，甲伊咧拜托你一项代志，是讲拜托你请伊食饭，对，用即个小狗的眼神看到你，等等，伊人伫某一个状况，一定有某一个情绪要表达。对，迄当阵你着想迄个感觉，应该着有迄个眼神啊。因为即条问题是网友写批来啊，伊感觉讲你的眼神就是甲梁朝伟、牛条伟共款，足迷人的。啊，你的眼神内底有光，啊，佮看人的时阵，迄种共电的感觉，伊是咧问讲，这是敢有法度练的？啊，我是感觉讲这是爱感谢老爸老母。就是啊，对吧？假使有人学到你讲你的眼神等，当然妈妈多谢妈妈。对，系啊，这是爱感谢爸爸妈妈哟。对，啊，毋是有人讲啥物？譬如讲对戏，甲人讲话爱看倒一个角度，啊，然后啥物倒一个，迄种眼神。你感觉敢若是马刀甲有安尼嘛？讲搭一边较水啊，翕起来安怎？演员应该还好吧？演员还好。阮是较无安尼。所以讲，你呈现的迄个眼神，就是对剧情来行，啊，甲迄个情绪放入去，你无可能就出来啊。无系啊，一定是顺咧行，你无可能讲应该遐挑工吼，要结安怎？迄个嘛真奇怪嘛。你家己一定会感觉演了袂顺啊。对啊。所以有当时眼神也是讲迄个，其实表演是安尼，即毋是讲干那目睭尔啦，你所有的表情、身体，你伫迄个气氛之下，就是所有规个人精神骹手等，拢会伫迄个情绪内底安尼就好啊。所以毋是即无法度切开来讲啊，嘛无法度切开来看。所以其实就是练规套的安尼。对啊，因为对啊，人是安尼啊，你无可能对啊，无安尼拍袂输安尼拍爵士鼓诶，骹手拢爱跳开啊。真诶，爵士鼓都难诶。好，安尼刷来即题就是甲头拄有淡薄仔关系，讲到演戏，就是想要问讲，敢有过演戏啊，受过入戏啊，演煞了，佮无法度离开迄个角色。也是讲以早较会安尼，即马有经验了，就较会当家己安尼集起来。对啦，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因为有一寡，毋是有一寡男主角甲女主角，最近拢演的，就变做真诶安尼。自古以来就定定有安尼啊，这毋是干那即摆尔啊。啊嘛有听过，就是有人就是演迄精神疾病，就是演甲起笑安尼，结果尾啊戏结束了，伊可能爱去休困，还是讲住？你讲演神经病晓？对。精神疾病。疾病。我突然间想一个，讲你到底咧讲啥？我想讲，敢会使念神经病？这无歧视啊，这就是较早人安怎讲就安怎讲嘛。对。
就演笑会演到真正变起笑。所以我讲有当时就是过程当中较早的话安怎讲，你到现代有当时讲感觉会去人冒犯着，还是安那，你会愈讲愈细腻。但是有当时这是时代的问题，咱会使去看研究安怎讲啊。但是突然间讲一个，大家爱摇的，就有当时嘛真，有当时嘛真艰苦啊。可能我嘛做紧张的啦。无啦，因为这演戏就是怎讲？你讲伤低迄个状况内底有当时吼，譬如讲你最近可能演一个较悲伤的，你迄当中是不是心情讲介无好，嘛无一定啦。我感觉演戏是演戏，就尽量譬如讲你收工回去了后，角色甲生活分落开。当然嘛，我家己一定是安尼。但是你拄仔咧问嘛是安尼啊？你第一较早较少年较无经验的时阵，可能你爱去做迄个功课的时间较长嘛。对。啊，比如讲你要做一个较悲伤的戏的时阵，你可能爱准备，爱去想讲迄是啥物情景。啊，你咧准备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甲人放在一个较悲伤的迄个情绪内底。对。你准备的时间较长，是毋是？就是你拄仔讲的入戏有较深。对。嘛是会使安尼讲啊。啊，你较有经验，食较有会啊，生活当中有一寡物件你已经有一个体会嘛，知影，所以有一寡剧本来的一寡人生的功课，你可能免真正像你少年的时阵，爱去找真侪资料，看真侪故事，你才有去想，才有去想讲即个表演要安怎进行，较有生命的经验较侪时阵，你可能即个准备的时间就较短啊。所以一定是安尼嘛，你落尾啊，你较有会啊，比如讲你少年毋捌做爸爸。叫你演一个爸爸，你还想你爸爸是安怎？啊，即摆爸爸做过头啊！你才一定嘛知影讲，剧本来你是伫想讲安尼是要演哪一款爸爸，就好啊。你免去想讲爸爸要安怎演，对无？这是一个差别。对。系啊，你真是想讲这个爸爸是安怎的爸爸？举即个例来讲是安尼。了解。国民爸爸。国民，哎，想问讲，像咱伫面部客栈内底啊，朱生哥是演白，对，白母款，毋是白牡丹。啊，想问讲，就是这是朱生哥伫咧最近的角色内底，较少看到，就是伫咧感情的部分描写有较重的戏。啊，其实敢有，我感觉还好呢。但是敢有描写较重，我感觉还好呢。因为第一黑白捕快即个黑白捕快，即个伊的戏伫规个面部客栈内底，毋是足济，但是伊是一条线嘛，有伊的单元无毋对。但是对我来讲，就是白捕快伊的感情敢有真重，伊是真执着啦，伊是真专情安尼。但是你讲伊有足甜蜜的无？迄款的嘛毋是哦。所以你讲有影，伊是对即个黑捕快有痴情有用心，有等待有期待的。但是对我来讲，伊的感情的表现其实是足直线的，足直接的。毋是弯弯翘翘，安尼就是安尼，伊就是直直重复，重复讲我爱你，我爱你，我无你我会死，就是这样。伊就是真直接。对。啊，敢若迄个赌场的游戏的，对无？规个拢小显啊，伊无保留的啦，对无？完全无保留。所以伊较无迄个甜蜜的感情的过程。但是，因为伊安尼拢直接，伊逐摆拢勇敢去表达讲伊对黑捕快的感情。对，伊对伊的爱。你来看袂输甲战争咧抢滩的，一摆无成功，失败两摆、三摆、四摆，直直去用拍枪，但是伊嘛是安尼，直接甲拍枪，伊法度伫伊拍枪，人还袂走，伫现场，鼓励家己，搁一摆，搁讲一摆，你知无？伊就是咧，伊就是直直安尼提着枪往前进，伊就无咧惊，冲啊安尼。所以对我来讲，即个角色的感情是真直接的，嘛无保留的，所以即款的重复一定会伫后壁毋是感动，毋是感动即个黑捕快，一定伫后壁伊法度感动观众。对，因为就是阮的即个题目意思就是讲，像伫演家人爸爸的时阵啊，就是伊就较
伫因爸爸诶时阵，就较无伫遐讲什物我爱你啊，有哦，即种较当然，伊有直接的感无情。共嘛，是安尼啊，当然无共啊。对角色嘛无共啊，立场无共啊。所以白宝块即个戏，面部客栈我伫内底，其实嘛真趣味啊，因为伊就是伊伫表演面顶嘛真好耍。对，因为伊伫表演的过程，伊无遐济铺陈嘛，无遐济迄落转弯射角啊，伊就是直接每一拍出来，拢对伊的对手就是直接表达。但是你伫观众伫看，就是白宝块甲乌宝块讲表白、come out 啥拢好，一摆也好，两摆、三摆、四摆、第五摆、第六摆，这每一摆的过程当中，你拢会看到乌宝块的表情嘛？对啊，对，伊的表情一摆搁一摆，可能头先是就足神的呢，我直直讲就是神的安尼嘿啊，足烦的呢，直直讲直直讲，到第四摆、第五摆、第六摆，伊慢慢啊感动，有一寡事件，互伊感觉伊一定毋是永远拢你足烦的，你种一定毋是安尼嘛，一定是伫过程循序渐进，所以到尾啊一定有效的，一定就至少一定有效的。对，所以我感觉这有当时表达，这个物件一摆无成功，两摆三摆，哎呦，国语嘛有咧讲烈女怕缠人啊，对啦对无？啦，台语就是拄仔讲的，戏白卡徛久有你啊，嘛意思相像啊。像恁两个后壁到尾啊，迄就是感情戏甲对手戏愈来愈济时阵，像恁咧拍戏时阵，敢有做啥物默契的回用？因为我甲罗罗本来是无熟悉，所以拍即出戏才熟悉。当然过程当中，因为无熟悉，更加爱培养啊，因为爱斗阵演对手戏等吼，所以有到尾啊，慢慢啊，一两场了吧，足紧的啦，其实足紧的都迄个气氛起来，有一个 tempo 都起来啊。因为像阮迄花絮有加，就是恁两个就是吊歪水啊，吊歪水，迄个戏啊，阮看恁两个拢会像迄跳落来，种恁拢会互相甲对方扶起来，是看当的然，女孩子嘛，查某囡仔当然。所以迄嘛是一个培养的过程。当然啊，大家拢会啊，阮逐个男女拢共款啊，查甫嘛会扶啊，毋是讲查某囡仔尔。嘿啊，无即个意思啦。拢会啦，大家拢会啊，因为即个工作过程当中，因为迄个吊歪啊，其实伫演员拍片的过程算危险的代志，所以安全的考虑等，大家拢会互相照顾啦。若是拄着迄种情绪较慢的，还是讲较气氛较袂起来的，主持哥敢会特别。无啊，咱就看安怎，迄落看现场啊有一个。边看边行。对啦，因为你有个人是你互伊一个时间，对，互伊一个空，互伊坐一个，拄则讲坐一个。互伊一个时间，互伊一个空间，互伊去准备嘛，安尼就好啊。系啊，嘛无一定讲你爱做啥，系啊，这足歹讲的啦。你意思讲表演的代志嘛？对啊，所以就是有当时还好啦，这就是你讲若较无经验、较少年演员，你可能去减下啊，但是你就是互伊一个时间，互伊去准备，莫迄落，莫安尼，互伊真大的压力安尼，等你都会使啊，系啊。听众朋友啊，想要知影主持哥讲的这个内容，就爱来看咱1月31明报客栈的顶报啊。是。即礼拜是迄完结篇。对，差不多啊吼。对，即礼拜是完结篇，所以大家拢真紧张安尼。到底会是什么款的结果？到底万千旁，结果是要安怎样呢？即摆是搬到伊要回去啊吗？因即礼拜是伊甲唐伯啊，因去参加默契大考验。对嘛对。袂，你即集报出的时阵，应该已经出。这就爱看。你若报出的时候，看有爆雷啊，无爆雷啊。袂，咱因为即礼拜报，即礼拜已经是完结篇啊。咱即摆录的即集是后礼拜。嘿，差一礼拜。无差啦，伊即段会加掉啦。对，无要紧啊。你想济啊？我已经知影伊的逻辑啊。对啊。系啊。因为听袂顺，就爱甲加。这种想开讲，你也无得用啊。对啊，阮会肯定花絮啊，后面 NG 阮会甲坑。毋是 NG，所以恁拄仔头前迄拍我问的，就是因为你安尼加，我会使想象恁这安尼感觉
加入去会使，啊，会使。你拢会使吼，小我嘛插你的你的代志啊。你是毋是毋知影即摆伫倒？我知，我想讲头拄已经讲到迄花絮啊，刚我要问一条。你嘛是会使问啊，想要问啥问啥，会加甲你的主持人哥开讲呢。哦好啦，安尼无来延伸。很新，甲接落去，话题甲接落去。嘿啊，就是头拄仔讲到武打戏啊，以前武打戏，武打戏，武打应该是讲武戏对无？武戏就好啊文戏甲武戏嘿啦对武戏，武戏我想咧黑白武戏。哦，我重点是什么？阿面问伊还袂问了，伊丢啊，伊登去啊。啊，主持人哥以早敢有翕过迄吊歪啊，有啊有会戏，有，嘛有所以毋是头一届就对啊。对。哦，安尼较早头一摆安尼翕，敢有啥物困难？还好啦，因为我较早是做技术的人，哦啊对吼，所以超电话迄啥拢伫面顶吼，对我管所以你啊物件袂惊管嘿，哦啊较早阮咧剧场内底嘛有吊歪啊，剧场嘛吊歪啊所以嘿嘛有吊过歪啊，所以我有经验，我嘛较袂啊。但是讲你回想头一摆，我迄足久，我想袂起来，迄偌久啊，我想袂起来偌久啊，敢若是毋做技术是5年前的。安尼尔。哦啊，遮少年，我正25 13岁的岁时阵才甲我讲话，嘿。好，安尼我无问题啊。你无，你袂哦，无，我讲较早有吊过歪啊，无安尼，有啦有啦有。啊，像即届，因为即届的迄就是武戏，毋是是迄武名，伊是哎武术指导，哎是，所以敢有一寡啥物较困难的动作。还好啦，就是伊，因为阮较早伫剧场有做一寡，嘛有一寡算讲国剧武功的即个哦，所以你是有基础的有一个骹手，哦即个身段等等吼。伫剧场有小可练一寡迄落，因为较早阮演儿童剧嘛，真侪即款翻滚打票碰即款的。哦，啊，但是看我迄届看你安尼吊歪啊落来，安尼个练，啊个你两个安尼对拍，啊个爱斗起哇，还好啦，还好。瘦身嘛对，瘦，对就是你爱落落来时阵迄个瘦身，对，迄专业名词都瘦身啦。对，瘦身其实就是练去用拍，练摔，练习，练摔咧涂骹，安那摔袂受伤，袂痛。啊，去用安那拍，安那甲迄个力吼，莫去甲伊对抗。对，安那去收伊个力，安尼莫家己莫受伤，即个做迄落。啊，拢有啦。较早阮做剧场嘛，些基本的迄个动作吼，所以身体嘛但是这你拢爱练。练的时阵是毋是拢一定会受伤，还是加袂？减啦，加减啦，一定会啊，哦，对无？吃芝麻无迄个，吃烧饼无掉掉芝麻，芝麻是对无我在想吃芝麻被掉烧饼。意思共款，你做即个加减拢会啊，你要找着啥拢对。哦对，啊，恁伫拍面部的过程敢有受伤？有啊，加减嘛会啊。徐富凯讲伊伫拍面部的受伤就是变肥，迄是职业伤害的，对啊，职业伤害食伤好，啊，迄芳心姐嘿伊嘛有讲啊，因讲因做伙啊，因就是哦照大家拍一个物拢咧讲件爱连食几啊届安尼。啊，但是你拢无，你演的拢无食，所以我愈来愈瘦。真的。你可能是食袂大块的体质吧？无啦，因为我胃肠无好，嘿，啊，所以就是食无啥会大块嘿哦。安尼我5日节才敲电话互你，你敢有听过一个传说，啊就是5日节的时阵敲电话互你，啊，甲你讲，我要送几斤肉互你，啊，然后咧，听讲就会变瘦，迄个人就会变大块，听讲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叫做谣言呐，啊，谣哎呀，言你就知影什么叫做谣言呐，吼。每日一书谣谣言言啊，来，你想问主持人哥讲嘿，像你感觉就是演舞台剧甲电视剧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当然去有无共款啊，你去有伫系啊，你伫剧场演舞台剧啊，观众伫咧骹，你讲伊就笑啊，哦，有反应嘛。有当时你会等伊笑了啊，等伊笑了爱等伊唱片唱了，然后咧哭对无？对，伊来，你就歹讲话啊。是，所以有当时就是电视、电影，大家嘛会问我即个问题嘛，对就是讲即个当然是你的媒体无共吼，平台无共，媒体无共，你要表现的物件，所以嘛是有一寡调整。当然以演员来讲，即个物件伫剧场。安尼举例啦，可能大家观众朋友就较了解。演剧场舞台剧较
较亲像歌手咧开演唱会，都是安尼尔。啊，你若去演电视，就是你毋知影讲观众的反应是啥物。系啊，你电视甲电影拢共款啊，都袂输敢你录音时录刻盘讲唱片，而且我家己像我无演过嘛，但是我个想讲舞台剧是咱一个情绪拢爱练咧。但是电视是一集一集，你可能对对，伊会跳来跳去嘛，伊会跳来跳去。哦，嘿啦，伊会跳来跳去啊。所以就有阵时，譬如讲即个所在停翕停拍，然后迄个情绪断去。若是讲我个人是感觉讲像讲话有阵时要接咧，就已经做困难诶。若个讲要甲顶一卡共款。所以我讲困难点是这所以就是食即个饭诶人，伊就会想办法会晓对无？这就是伊诶专业啊，伊诶训练啊，这就是伊诶专业诶部分啊。所以这我拄仔讲诶这嘛，算是讲就是因需要克服诶一个困难，敢是？这是做即个行业家事之一。家事之一，对，非常爱，这非常重要诶，你爱会晓诶代志啊。因为我看有一寡就是新人，因就讲因当初是开始诶时阵，就是一直导演讲表情毋对，甲拄则无共，表情毋对。对，所以这就是你爱去，这是你诶家事，你诶工具，你爱会晓诶啊。对，就即个行业啊。敢有你感觉特别需要克服诶困难？譬如讲即两种。啥物两种？就是舞台剧甲电视剧上大无共，上大爱克服诶困难。你即个问题有 bug 啊？有 bug 哦。系啊，来，你讲问一摆，我其实你诶问题我听无呢。就是讲舞台剧甲电视剧上大会争差，迄个爱克服，你感觉迄个困难是啥物？是安尼敢听有？问题伤大。毋是，我听起来就是你要叫我甲舞台剧的表演甲电视表演比较嘛，是即个意思嘛？毋是嘛，毋算是，毋是呢，我毋是即个意思。无要克服啥？就是有诶人感觉讲伊会使演舞台剧，但是无就演电视啊，敢会？还是拢会使？你对我变过来吧？演电视诶人无就演。有诶人会感觉安尼对，有诶人会感觉讲伊演电视毋敢演剧场嘛，伊惊剧场诶，但是伊惊 NG 啊。但是其实无影啦，你啥物人拢共款，你经过排练遐久诶时间，你一定记会牢。你遐现场要演诶时阵，你莫因为这有一个过程啊，毋是讲你今日我讲你第二工就演啊，毋是呢，至少爱经过彩排，你排练等，你要剧场搁爱记牌。技术的彩排、总彩排，等，啊，几落关，到迄当阵你就熟啊嘛，你就一定记会牢啊。比如讲你录影伤紧张，紧张一时间记袂牢。对啊，讲有迄就是冇可能啊。排练时阵无观众啊，即摆现场观众较济，有人话是怎啊？伊规个人有紧张起来是讲规个伤热有嘛拢有啊，即你讲的拢有，有伤演了人来疯的嘛有，然后个紧张啊，毋知影要安怎嘛有，拢有，这拢有。但是几率无遐悬呐。所以讲这就无算讲是一个足大的难关。你讲无遐无遐就是练习啊。你拄仔讲，比如伊要克服啥，无啥物好克服，伊就是练习。伊的克服就是伊莫惊就好啊。伊莫惊，伊家己对咧行，对咧练。莫袂真袂就带咧等，安尼其实还好呢。真侪你讲好，譬如讲这10年剧场嘛，真侪迄个有。播电视诶演员嘛有走来剧场演嘛，因咧过程当中嘛是安尼啊，伊就是入来对咧排戏，对咧了解剧场诶表演诶形式，甲伫剧场表演爱注重诶即个技术也好，安全性也好，甲拍电视、拍电影有啥物无共？其实这拢是你只要经过一摆制作，对咧排对咧演。一摆一个制作，你应该就会使知影大部分大概就讲剧场的演员要做啥物工课，爱注意啥物代志。这就是爱有一摆。就佫是拄则迄句啦，迄马骹徛久就是你的啊，练久你就知。无一定是安尼啊，所有的代志拢是安尼嘛。你学校的学生啊嘛是爱去一个所在实习啊，无伊就爱读，伊敢若册读，伊毋知影讲真正你来公司。人公司是安怎运作，安怎开会，安怎迄落？因为即个是有当时去到公司上班啊，伊毋是老师派作业互你倒去做功课呢，嘛毋是讲头家派互你讲你要做啥代志呢？有当时是咱去做迄个工课了后，久来咱做哪有？对啊，咱久来咱就家己爱知影，头家无甲咱讲啥，咱有诶代志嘛是爱做啊。免到伊交代，咱就因到尾嘛是咱爱做啊，我毋是家己想诶，紧白紧创诶就好啊。对啊，家己想诶
变起来方法，嘿家己做安尼，万项看开嘛是拢超安尼嘛。对。哎呀，你听起来未来我会买当来演戏，你想济啊啦你。无啦，我无要露脸呢。好，过来就是讲啊，主持人哥即马有唱歌、有搬戏啊，作词作曲啊，有配音、配广告等等。啊，未来敢有啥物方面是你特别想要去试，或者是挑战呢？你拄着讲较济项啊，就是无啦伫即几项内无啦，底，因为你讲迄个，我感觉这人生歹安排啦。嗯，人生歹安排嘛，无啥有法度计划啦。我的感觉，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所以你讲演戏也好，做啥也好，其实有当时我是迄落，就是顺啊来，有啥做啥安尼。因为较早我做技术美术嘛，无想讲。后来演戏安尼。对，就是讲你知影你会当演，但是你嘛无迄个无会。无想讲演戏变做较济啊。嘿，你无想讲演戏会变做你主要的工课嘛，等等。啊，你嘛，你会爱唱歌，你会爱喊一个，甲朋友啊，来唱一个吉他大一个，但你嘛袂感觉讲哦，你会去真正你要录音室，还是讲你会去写一个歌词等等，做一个曲啊等等。所以有当时人生是到遐的时阵，有一个机缘，像这都嘛是啊，就是朋友相招，有一个机缘，讲啊，咱就讲到较早。有影有一个感觉是共同的，无要甲即个共同的感觉，要做一个啥物款的作品无？有当时是歌曲，有当时是画图，有当时是戏剧表演，是你呈现的即个方式无共款，但是心情上啦吼，应该是拢差不多，而且艺术应该是相通的啦。照你讲艺术应该是相通的，你讲。演戏也好，唱歌也好，伊拢出一支喙嘛。对。迄支喙讲出来物件，爱有感情，爱有tempo，爱有节奏，爱有情调，等等。画图嘛共款嘛，就是嘛袂使拢花巴利鸟，你爱有一个留白的对，还是有一个意境，还是讲啥物迄落。对。所以每一项创作是迄个方式。形式无共，但对我来讲吼，只要有法度讲一个故事，提供一个感情，对，你拢会当做啥拢好啦。就是表演也好，啥拢好。所以袂讲，就是譬如讲，像我去看，我感觉就是你真正配音、纯配音的迄个，差不多干2、3个。袂讲就是即个物件我较罕你做，我想要就是安排讲加做一寡即种工课，较袂，就是顺安尼。对啊，因为我感觉这就是人来找你，啊，你会使你就做，我嘛无一定讲一定要为，我是感觉这是你只讲这吼，我感觉我突然间想这是个性啊。我袂感觉讲一定就讲即摆咖啡真好啉，然后就来讲直咱来找咖啡啉安尼，我不是这样子。我拢是较顺的，一站你找我创啥？我感觉好啊。试看觅安尼。嘿这心情嘛会使。比如讲王俊杰老师找我讲，好朋友无我有一个想法吼，咱伊讲到啥？你讲无收你要写一个。对。咱迄个少年的时阵，较少年的时阵大家迄个心情无。对。敢若嘛会使，咱伊讲的就是照迄个感觉落去写。所以我拢是一站做一个代志，做一个人，有一个机缘做啥物代志。我大概拢是安尼呢。我足少讲计划啥，就开始迄个。我嘛毋是，我做演员嘛毋是呢。我是做到尾啊，我毋是讲励志好，我就要做演员，毋是。我是做戏剧的工课做到尾啊，我敢若嘛会使做演员。拄好有人找你做演员，我讲好无演。愈演愈济嘛。因为像有一寡人，伊就是会想讲，我想要去演什么角色，我想要去做倒一种。因为我来讲，因为你伫决定的时阵，迄你决定是你家己讲的啦。对啦。无毋对嘛？现实我要来演戏，问题是啥物找你啦？对啦。你看我，你啥？我要来配音，但是对，就是啥物找你嘛？这真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家己真清楚，就是讲。咱有要想迄个所在去，有当时好，你家己讲，会使啊，当然啊，你可以鼓励自己啊，你也鼓励家己讲好，我迄个，但是你，即个物件毋是讲你安尼
你画有就有诶呢。是啊是啊，所以有当时啊我拢感觉讲机缘，这无法度计划，但是你会使为你有兴趣诶方面去经营，去接近。哎呀，但是你接近甲经营，你一定摕到吗？真正无一定。对，嘿，所以有当时我讲，真正有当无啥会计划。所以嘛，袂像讲，譬如讲，即马木秀有一工要伫小巨蛋安尼，嘛袂去想即种。我就无木秀，你就慢慢啊无木秀啊，看秀会去袂嘛。安尼咱先去中山堂，咱先想去中山堂的。有当时就较是，细所在。对啦，我感觉就是工课，还是讲人生机遇啦。我觉得咱做这个行业有当时啊，艺术工课毋是讲你想对，拢爱看要安怎，体验啊，嘿啦就安怎。嘿啦，对，就算讲满堂拢有啊，好，你最主要迄个创作的物件你想无嘛是无啊，对无？主要是这嘛。对，有阵时啊是因为嘛是安尼，就像咱即摆有阵时啊。小巨蛋伊袂真正变成鸡走人嘛，伊能迄点能都在遐嘛，伊袂变小鸡抓走伊嘛，袂嘛，无可能嘛。但是问题是你有物件无安尼尔。对啦，哎呀，安尼拄则讲到无秀甲恭喜，即马除了就是唱片会当买着。会使买着哦。搁大平台嘛会使。大平台是啥物？各大平台。各大平台，你是安尼发的吗？哈？各种平台拢会当听着对无？你伫网络面顶拢即寡应该或者网络应该拢有啦。听众朋友啊，听起来啊，看无王俊杰的专辑内底有一条《无秀》，是我小弟主身作词，甲俊杰老师导演合唱，甲伊及恭喜即个算 EP 啦内底有恭喜即条歌是谢明佑老师黑哥写的即个恭喜的台语歌，我甲即个方佑新来合唱。对。内底即个 EP 内底佫有黑哥伫即个旧年伫个疫情真严重的时阵，有写一条爱相信，咱一定会佫见面。即条歌我家己个人是非常介意，我最爱听伊唱即条歌，因为迄个即条歌非常的好听甲其实是真温暖啦讲嘛有一个鼓励人的心情啦听起来就是迄个互人的心会较安定嘛较安慰即个 EP 嘛是最近发啦，嘿则请各位听众朋友伫过年的时阵放来听，大力的放送，大力的放送，恭喜嘿！主持人哥，你过来讲有啥物活动？过来我过年了都有啊，即个工课慢慢嘛是爱有剧场的排练，因为我明年嘛是有剧团的演出。所以就是爱去看你的面册、脸书，你拢会甲活动打出来。主持人哥即摆置顶贴文就是木秀，我有看。听众朋友啊，去注意一下迄歌词，迄是主持人哥写的字。感谢。真正感谢主持人哥今日来甲阮开讲，希望过来表演啊，还有即个唱片拢卖甲足好诶嘛，真顺利。感谢，迄边摆边，感恩哈。是啦，过来若有活动，大家会当去参加，无的确会当拄着我哦。上好是安尼啊，人敢有看过你看着敢有可能知影讲是你。你莫炸。你到时阵就莫讲话啊，无你甲你讲话就有人认出你啊。你错啊！我就想讲，敢有接着？无无接着。无要紧啊！回你即摆，你即摆要 ending 吗？无要紧啊！即摆回你就是阿袂。回你即摆第期以来，大家拢挂喙炎啦，无人会认出你啦。嘿啦，这无播出了2工就过年啊呢。这无播出了2工，搁过2工就是过年吼。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啦？拢无要招的哦。招啥？主持人哥无咱过来一摆。帮较尊重的好无？要讲嘛是我甲主持人哥讲。喂，我咧有台词去变较勇敢哦。对啊，我就是不懂讲恁两个是安尼遮条的一定要念这，我就想无。明明你就念真艰苦啊，我听了嘛真艰苦啊。
啊，观众真正袂艰苦吗？真趣味。啊，即嘛咧，嘿，啊，即摆就是吼，无咱三个做伙，嘿咱三个做伙讲啦，较有过年的气氛好啊好啊好啊啦，来是讲经济要做伙无？你莫甲乱啊！你莫啊乱啦，好啊好啊，来准备哦。哎好来，祝大家，啊祝大家吼来。来祝大家新新年年快乐，啊，身身体健康，平啊，平安安。顺遂，大赚钱啊！吼，你讲你念，你这个人，头拄也无 Q 啊，有啊，主持人跟主持人有 Q 啊，歹势歹势，你我看安尼，好，几你个几个无够 Q 好来，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好来，好，加赞加赞，准备要放假咯。我会记你顶一个放假进前啊，白边拢会起笑。你才咧起笑咧，中秋迄届大家听众是听了足介意的啦。莫伫遐拍歹我的形象哦。请问你即马敢是咧歹势？要收尾啊，要收尾啊！啊，我要来去甲主生哥开讲啊。你敢有考虑过主生哥的感受？这个好做自肥。嘿嘿嘿嘿，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问，来请问，多多谢大家努力。哦，好啦，还是讲我来甲你斗相共。啊，讲要讲要搁一个，免啦，直接落去倒。改啥？嘿啦嘿啦，无人认出啊，好。这嘛超对。记得节目播出要过年啊，要讲恭喜啊啦。恁两个真火呢啊！不是，我拢有恁两个不较火意啊，恁到底讲较大意啊？这对无？这啊，你照落来念着好啊。对啊，伊你即满毋知创你跳行呀伊然后来，我头啊5、4、3、2，这就是我的疑问，你敢知？伊平常时无安尼无啦，毋是，我就算讲恁平常时啊，我会使理解，我会使理解你的今日无共款，这我会使理解。但是恁安尼一来一往，我就感觉啊，你真正，就是伊若脱稿演出，我就无法度接话啊。伊即摆就是变做讲，你讲的就是阮爱自然嘛。啊，但是伊若是我若无写，伊有阵时会接袂落去。啊，真的哦，对，袂啊，我感觉还好啊。无，我无写伊真的接袂落去，哦所以就是爱小可写一个物件互伊啊。但是我差不多，下来你嘛接袂落。你头拄就无照讲，我无每一个字拢照讲啊。好好，出名人，请叫问，来，请问，都多谢。无收到，无收到。好好。搁一个出名人啊。我想讲，恁头拄仔咧讲迄趴吼，我伫边啊，我明明都伫边啊。对，无要紧啊，无要紧。然后这就是介于一个 C 跟不 C 之间。然后对，好。哦，搁一个哦。来。啥我在想讲，